1998年10月18號早晨，一通震動人心嘅911報警電話，劃破咗社區嘅寧靜。911 emergency. I can't find my daughter. Okay, how old is she? 9? Okay. She didn't go to school today? No, we're just getting ready to go, and she went outside to play for a while because she was done early. And I can't find her. 報案人叫做 Brett， 而失蹤嘅係佢9歲嘅女 Valerie。當時佢哋嘅屋企人同埋社區嘅居民都參與咗警方嘅搜索行動，可惜都係無功而返。然而，隨住案件嘅推進，一啲不為人知嘅細節慢慢浮出水面，並揭露咗父親謊言底下最黑暗嘅秘密。呢單唔單止係一單謀殺案，更加係一場令人感到震驚嘅背叛同埋複雜嘅情感糾紛。歡迎嚟到懸疑檔案，今日我哋就嚟探索呢單案背後嘅故事，睇下一位父親如何將最珍貴嘅親情轉變為最致命嘅騙局。32歲嘅 Brett 係一位貨車司機，亦都係一位單親爸爸。1992年喺 Valerie 2歲嗰年，佢嘅媽媽 Roseanne 就離奇失咗蹤。當時 Roseanne 一直同毒癮作鬥爭，仲牽涉賣淫活動，所以 Brett 將 Roseanne 嘅失蹤歸咎於毒品，並得到咗女女嘅撫養權。之後，兩父女就同 Brett 嘅父母一齊搬入咗位於 Spokane Valley 嘅一間屋入邊。Spokane Valley 位於華盛頓嘅東部，佢嘅環境清幽，犯罪率低，好多優秀嘅學校都坐落喺呢度，深受家庭嘅喜愛。9歲嘅 Valerie 係麥當勞小學嘅4年班學生，佢聰明乖巧，活潑開朗，從來都冇惹過麻煩，所以好受老師嘅歡迎。1998年10月18號早晨， Brett 喺地下室度洗衫，而 Valerie 就喺後院度同狗狗玩。冇幾耐之後，佢就聽到 Valerie 喺車房離開嘅聲音。大約8點15分，當 Brett 準備出門嘅時候，佢就喺大門度發現咗 Valerie 嘅書包，但係女女就不見蹤影。當時 Brett 好心急咁喺住宅區度尋找 Valerie， 佢逐家逐戶敲門，但係就始終都冇揾到女女，所以就喺8點45分報咗警。警方即刻出動警犬喺附近進行搜索，但係就一直都冇發現 Valerie 嘅蹤影。與此同時，警方亦都向 Brett 嘅父母錄咗口供。大約清晨4點半，佢哋進入咗 Valerie 間房，錫咗佢一啖之後就出門工作啦。而今次亦都係佢哋最後一次見到 Valerie 啦。之後，警方搜查咗 Brett 嘅屋企，並喺 Valerie 嘅枕頭度發現咗血跡。當時 Brett 表示 Valerie 喺前一晚流鼻血，相信血跡就係嗰個時候留低噶。不過詭異嘅係，佢哋並冇喺屋入邊揾到任何驗血嘅紙巾。另外，警方亦都喺間房度揾到咗 Valerie 嘅日記，同埋醫生開俾 Valerie 嘅抗抑鬱藥。呢個時候，佢哋先至知道，原來平時睇起嚟活潑開朗嘅 Valerie 一直都喺度接受緊心理治療，而佢嘅病因係源自於同爸爸新女朋友 Danette 之間嘅緊張關係。據稱，Danette 同 Valerie 經常都會發生劇烈嘅拗撬，有時仲會發生肢體衝突。而 Danette 就係嗰個提出要俾 Valerie 接受心理治療嘅人，所以佢先至需要服藥。幾個禮拜嘅時間過咗，搜索行動依然毫無進展。社區嘅居民自發為 Valerie 舉行守夜活動，幫佢祈禱，希望佢可以平安歸來。當地嘅媒體持續報道佢失蹤嘅消息，成個社區亦都貼滿咗佢嘅尋人啟事。雖然警方不斷收到各種情報，但係呢啲線索都對案情毫無幫助，而 Valerie 依然音訊全無。呢個時候，恐懼開始喺社區蔓延，父母都唔敢俾仔女獨自返學，生怕佢哋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雖然大部分人都認為 Valerie 被陌生人綁架，但係亦都有少部分人認為帶走 Valerie 嘅係佢嘅親生媽媽 Roseanne。不過 Roseanne 嘅細佬 John 就堅決認為家姐同案件無關，
並直接將矛頭指向咗 Brett。佢表示 Brett 有家暴嘅前科，家姐亦都對佢感到恐懼，所以佢唔排除 Brett 可能對 Valerie 做咗啲可怕嘅事。呢個時候，警方亦都開始將 Brett 列為嫌疑人。Valerie 喺日記度提到，佢對爸爸最近嘅行為感到非常不滿。Brett 喺生日會上令到佢出醜，仲經常唔敲門就進入佢間房，令佢覺得自己嘅私隱被侵犯。睇嚟兩父女最近嘅關係十分緊張。之後，警方要求 Brett 接受測謊，但係佢並冇通過測試。由於測謊結果並唔可以作為呈堂證據，所以 Brett 最後都係被釋放咗。與此同時，警方亦都申請咗搜查令，徹底搜查 Brett 架車，但係就冇發現任何有用嘅線索。不過，佢哋並冇因為咁而停下腳步，相反，警方靜靜雞喺架車度安裝咗當時仍然係屬於新科技嘅 GPS 追蹤器，暗中觀察 Brett 嘅一舉一動。不過，與其守株待兔，警方決定主動出擊，等 Brett 盡快露出馬腳。負責本案嘅警探刻意同 Brett 透露，如果 Valerie 只係草草被埋喺某個地方，咁佢嘅遺體好快就會被發現。呢句睇似無心嘅說話，深深咁擊中咗 Brett 嘅要害，令佢一步步墮入咗警方設下嘅圈套。冇幾耐之後， GPS 信號顯示 Brett 嚟到咗位於 Springdale 附近嘅偏僻樹林，並喺嗰度停留咗44分鐘。4日之後， Brett 嚟到咗距離佢屋企大約5分鐘車程嘅 Vicary Road。15分鐘之後，佢又揸車去到 Springdale 嘅樹林度。於是警方即刻帶住尋屍犬去呢兩個地方進行搜索。佢哋喺 Vicary Road 嘅荒地度一個好淺嘅土坑入邊揾到咗2個膠袋，同埋黐住幾條紅色頭髮嘅膠紙。之後佢哋喺 Springdale 附近嘅偏僻樹林度發現咗一個啱啱掘過嘅窿。呢個窿比較深，而入邊瞓住嘅正正就係9歲嘅 Valerie。驗屍報告顯示 Valerie 嘅面部同埋個鼻都有瘀傷，呢一點同佢被枕頭揞住口鼻窒息而死嘅傷勢吻合，同時亦都解釋咗點解 Valerie 嘅枕頭上會有血跡。之後，鑑證人員喺膠袋度發現咗屬於 Valerie 嘅血跡，而膠紙上嘅紅色頭髮亦都係屬於 Valerie 噶。最重要嘅一點係膠袋同埋膠紙上都有屬於 Brett 嘅指紋。另外，佢哋亦都喺樹林同埋荒地嘅泥土上發現咗屬於 Brett 嘅鞋印同埋汽車嘅胎痕。警方推斷，案發當日 Brett 喺父母出門返工之後，用枕頭焗死咗 Valerie。為咗避免血跡滴落， Brett 就用膠袋笠住佢嘅頭，並用膠紙纏腰。跟住 Brett 就載住 Valerie 嘅遺體嚟到咗 Vicary Road 嘅荒地，並將佢埋喺嗰度。天光之後， Brett 就扮累累失蹤，並開始咗佢嘅表演。幾個禮拜之後， Brett 去到咗位於 Springdale 嘅偏僻樹林，並用咗44分鐘挖掘一個比較深嘅窿。4日之後，佢就將 Valerie 嘅遺體轉移到該樹林入邊。然而，佢唔知道嘅係，佢嘅一舉一動都留低咗冇辦法抹去嘅痕跡。但係 Brett 嘅動機究竟係乜嘢？ GPS 嘅信號記錄或者可以解開呢個謎。記錄顯示 Brett 喺往返兩處埋屍地點嘅途中，曾經多次停留喺 Danette 嘅屋企。雖然佢哋當時已經分咗手，不過 Brett 依然不斷咁纏住佢，並嘗試要同佢復合。由此可見， Brett 對 Danette 嘅迷戀已經到咗無法自拔嘅地步，甚至仲超越咗佢對女女嘅感情。所以當 Valerie 同 Danette 冇辦法和睦相處，而 Brett 又對 Danette 瘋狂迷戀， Valerie 就成為咗一個可有可無嘅犧牲品。不過最令人感到諷刺嘅係 Brett 喺被捕之後，第一件事竟然唔係揾律師，而係打電話向 Danette 求婚。好彩嘅係 Danette 依然保持理智，佢冇答應求婚，並第一時間換晒屋企所有嘅門鎖，確保自己嘅人身安全。2000年10月，本案正式開審。
Brad 喺庭上否認咗控罪，並堅稱 Valerie 係因為服藥過量而死亡㗎。Brad 表示，當佢發現 Valerie 冇咗氣息嘅時候，佢好驚自己會被當成兇手，所以先至會選擇埋屍，並謊稱囡囡失咗蹤。不過 Valerie 嘅毒理檢測報告顯示，佢體內嘅藥物劑量正常，並未出現服藥過量嘅情況。最終 Brad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獲刑56年。案件塵埃落定之後，大家亦都不禁懷疑 Brad 同前女友 Roseanne 嘅失蹤有關。根據 Roseanne 細佬 John 嘅講法，家姐喺失蹤嘅1個禮拜之前，曾經同佢講過，佢好擔心自己嘅人身安全，並打算要搬到南部定居。另外，喺 Roseanne 失蹤之後，警方曾經揾過 Brad 問話，但係佢就非常唔合作，佢拒絕同警方談話，亦都唔願意接受測謊，所以 John 認為家姐好大機會已經遇害。由於 Brad 當時從事建築工作，所以 John 猜測佢可能殺咗 Roseanne，並將佢埋喺某個建築嘅地基度。雖然警方重啟咗 Roseanne 失蹤案嘅調查工作，可惜就依然毫無進展，而 Roseanne 失蹤嘅真相至今仍然係一個謎。之後 Roseanne 嘅屋企人為佢同 Valerie 舉行咗一場追悼會。Valerie 曾經就讀嘅麥當勞小學，亦都喺校園度為佢種咗一棵紀念樹。呢棵樹象徵住 Valerie 本來應該好似佢一樣健康茁壯咁成長，不禁令人感到唏噓。2003年 Brad 嘅律師質疑警方使用 GPS 追蹤器嘅合法性，並提出咗重審嘅要求。不過法庭最終駁回咗呢項申請。喺跟住落嚟嘅10幾年時間入邊， Brad 多次提出新證據，試圖推翻判決，證明自己冇罪，但係全部都被法庭駁回。目前已經60歲嘅 Brad 依然喺監獄服刑。